Recording in progress. 咁講翻呢個十架的冠冕第15個巴啦，度過每天嗰度咧，我哋可以將喺第三拍嘅時候咧，個 B minor 第三拍就加個16分音符，即係4個16分音符啦。到第4拍嘅時咧就變翻8分音符兩個，跟住可能就係 OK 之後或者 B and 4 and B and 4 and OK， 咁咧就增加嗰個拍子嘅複雜性啦。另外到 Wish 嗰首歌咧，咁去到尾二個巴咧，我哋有個 D sus4嘅 D chord 啦，佢係呢個 melody 啦，跟住左手就係、咁我同你分析翻呢個就係佢一個2+3+3嘅組合嚟嘅，2+3+3咧就等於8啊嘛，所以咧就會有8個8分音符啦，咁所以咧2啦，2個音，3個音，再加3個音。咁2嘅時候咧，其實佢用咗 D chord 嘅153嘅時候，佢用咗佢145，因為佢 D sus4啊嘛，145，OK， 咁所以呢個就好容易就數到8下出嚟，而唔係平時你可能兩下，OK， 咁呢啲係兩個嘅做法，即係2 OK， 咁但係呢個 grouping 嘅，呢個 grouping 法即係。你可能覺得聽落去好似冇分別，都係嗰幾個音啫。但係其實喺個 develop 嘅 idea 裏邊咧，其實佢有分別嘅，因為佢係用咗OK。咁所以如果根據呢個咧，你係都可以做另一種組合，或者可能就係會係3-3-2咧。OK， 嗱呢個3-3-2 OK， 咁咧又唔係組合嘅，令到你可以即係砌夠8個嘅8分音符咯，係啦。咁呢個就係方便你去做一個即係數嘅時候。當然結尾嘅時候可以唔數添啦。OK， 咁咧就咁arpeggio咁走咗上去都可以嘅。咁但係當然有時你想數得準確嘅時候，就好似用我先個方法啦。咁就係2+3+3或者3+2+3。OK， 咁有唔同嘅組合啦，所以都係2個3同1個2嘅互相嘅配搭。OK， 咁呢個就係呢首歌可以學到嘢嘅地方，同埋咧你翻去又將嗰個每個音第一個音就加個級俾啦。即係呢個 OK， 第一拍就成日做一個full chord 扮音咁做。OK， 咁呢個就係呢個禮拜嘅功課啦。